来看花莲新城乡的嘉里村哦，昨一间人家厝火烧，造成2个囡仔不幸过往。早起消防局去火场调查，因为这家火啊是中介修理好，公所嘛派人去慰问。为了厘清火灾的原因，花莲县消防局早起去火场调查。原来已经过身的囡仔因老爸，代志发生了后，已经去病院看囡仔的遗体，了后赶回来处理。不过也是无法度接受囡仔已经离开的代志。当我说我心看妹妹的时候，我整个人瘫软在地。我看到他的人，我无法接受。这个火灾发生在24下晡，厝边的监视器翕到大火了后，有一个5岁查某囡仔出来喊救人，消防人员到现场，为2楼甲一个阿嬷，还有1楼一个视障的查甫人甲伊救出来。火拍发了后，在1楼发现一个4岁的查甫囡仔，还有伊2岁的小妹，2个人拢已经无生命现象。我们是依照它整个火流跟燃烧严重程度来研判，所以起火处目前我们确定是在客厅一带。对，这个姓赵的查甫人原本甲因牵手伫桃园食头路，为着照顾目睭无看的大伯，才会搬来花莲。甲3个囡仔一口罩5个人住伫1楼的客厅，因牵手的小妹，因一口罩3个人住伫1楼头家的房间，大伯住伫第2间，加上2楼租户一对母仔囝，规栋拢总住11个人。案家是我们新人乡的低收入户成人在工作上也都是以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啦，所以说没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工作之下，所以造成说小孩子都需要老人家协助帮忙照顾。公所强调讲，会协助家属申请给收入户丧葬补助，还有天然灾害救助。另外，附近的厝边讲，之前才嘛捌发生过火灾，那亲像是囡仔生火造成的。针对这点，消防局表示，实际上导火的原因也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